什么？既然你并没有犯错，为什么还要不理我？你什么都不肯对我说，请你不要再沉默。沉默不是代表我的错，分手不是唯一的结果，我只是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对你说。为什么还要多久我每天都这么的难过，到底我做错了什么？